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德鲁古国家公园管理处收到恐吓批，内底是放调讲要伫国家公园放8粒遥控炸弹。警方接到报案，唔敢大意，赶紧全面巡逻。加在并无发现炸弹，嘛无发现个样。自阳明山国家公园故宫收到炸弹恐吓批了后，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收到同款的恐吓批。泰管处处长信箱15早起收到信息，表示有8粒遥控炸弹安装伫泰管处，要伫下晡3点引爆。泰管处马上向警方报案，由警政署保持警察总队9大队、泰鲁阁分队保持刑警大队调查，同时启动管理人员巡查。除了办公的所在，也可包含园区步道、公共便所、停车场这所在，并无发现疑似的爆炸物。警方发现，这恐吓批甲顶礼拜出现的恐吓阳明山国家公园恐吓批正同款，内容拢正底，假配 IP 伫国外。警方认为嫌犯想要引起大家注意，正在积极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咱总统蔡英文昨昏是接受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用录影的方式针对第6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讲。咱总统表示，台湾的民主是坚定行良善治理的路所得到的。咱台湾的经验，唔那是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嘛表达咱台湾有责任勇敢承担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和平。Taiwan has stood on the front line of this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for the past decades. However, our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has never been stronger. Our experience is one of resilience. It is an experience of upholding democratic and progressive values, the existence of which is being constantly challenged. The vibrant democracy Taiwan is today bears testament to what a determined practitioner of democracy, characterized by good governance, can achieve. 继续关心中国军机伫土来扰台，昨昏是世界杯击败咱的西南空袭，拢互咱的空军用广播赶走。也毋过，嘛那亲像有录到对方真嚣摆，呛声讲台湾是中国的。中国军机军舰上台城扰乱台湾周边海空域，根据台湾 ADIZ 分转广播航迹记录，军机昨中昼4摆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关度伫6000公尺左右，拢互咱的广播距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56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军机伫11点03分、11点23分、12点13分、甲12点49分4摆来扰乱，尤其伫咱11点03分广播距离了后，疑似强机飞行的不明声音来源，摇摆翻墙。台湾省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其实中国军机抢夺国军已经不是头一摆，国防部每一摆强调，拢用任务舰加岸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甲应变。这个月到15为止，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空域12天，广播距离记录总共有42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民众伫诚品册店买一本名叫做《阿强啊拍来要安怎的册》，结果随去接到电话，是有中国腔的人员打电话来问讲，想要了解伊册看煞的感想。佮讲对方佮讲中国一定会拍台湾。针对伊的个人资料内外泄，数位部是要求诚品册店爱提出说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嘛强调讲，这个案牵涉到中国的认知作战，所以政府一定会查明。数位部伫今仔日嘛配合警方去诚品册店进行调查。国内连续民众因为网络买物件各种外泄，互人骗去的情形，毋过杨小姐伫诚品的网络册店买阿强拍来要安怎的册了后，却接到自称诚品册局客服人员的回访电话。杨小姐讲，过程亲像中国统战电话，对方有中国口音，问伊读了后的心得，伊回应了后，对方一直反驳，讲中国一定会武统台湾。中国那边有飞弹直接过来，台湾就会直接投降什么的。所以现在中国方面他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我们台湾这边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一方面都没有中国的一个省那边这么大。
阿强拍来要安怎？这册是由台湾学者辛碧荣等人所写的，希望透过文字演化出对台海军事规矩的要件，佮培养全面的认知鉴定。杨小姐认为，对方有强烈的统战企图，一直灌输伊对中国有利的观念，亲像认知作战。开始就很清楚，他们是要这本书观后感。如果从这点来想的话，他们可能是在做台湾的舆情调查，真的完全没有问我的个资，就是一般诈骗会问个资，他们都没有问，一直要反驳我，一直要说中国很好啊，然后就开始讲美国不会帮忙，台湾会被武统。数位部数位产业署表示，根据个资法要求成品说明清楚，陆委会人员是联络杨小姐了解代志经过，调查清楚个资为什么会安尼用。外泄的途径我们会查明清楚。另外，如果有用个资做这个假借民意调查，进行政治上的认知作战，那这个是新形态的状况，我们会加以这个调查重视。行政强调，个案有牵涉认知作战的问题，外涉途径一定要查明清楚。这规定要在3工之内完成行政检查，数位部请成品提供资料，人员也配合调查。那正是有个资外泄，会进行行政裁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咱大家拢讲的。即马大家拢在讨论的议题，这是去年在英国开始试办1礼拜休3天，效果是袂歹。伫咱国内有民众即马嘛伫公共政策的网络平台发起联署，希望咱台湾会当成做亚洲头一个1礼拜休3天的国家。这个联署即马已经通过啊，所以政府是爱伫6月26进前做出回应。劳动部是表示讲，因为这牵涉真侪单位，政府会先讨论才做回应。逐工上下班是台湾人日常的画面。2021年台湾平均年总工时高达2000点钟，是全球第4高。有公民伫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发起联署，希望让台湾成做亚洲第一个1礼拜休困3天的国家。包括军公教，不是只有劳工，还有包括教育部。因为学生的学习也是一样，它是牵动的层面比较多，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部分有请国发会就这个提案的这个部分的话，哪个部会来做中整。联署总共有5736人赴期，超过限制。按照规定，相关部会要在6月26进前回应相关的问题。不过后面部分企业1礼拜休困3天，台湾各行各业感觉是对得的。周休3日，这个是大家都很希望的，好，但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周休3日了以后，即使法律通过，但是我们的加班还一直在提高，所以你的年总工时并没有改变。比1礼拜休困3天，劳团认为劳动相关单位是不是落实超时加班这个查核更加重要。上总是认为1礼拜休困3天对各行各业类别南北落差拢影响，短期之内较无法度达成讨论变形工时这配套更加实际。找不到劳工在周休3日的话，那就大家都不用上工了哈。周休3日的时候，相关的这些配套措施应该也要具备。企业这边甲劳工团体角度无同，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为尽保留回应。目前亚洲也无任何国家有1礼拜休困3天的政策推广。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形，将全世界发展的措施向西安的公民报告。记者综合报道。那事实上，咱国内已经有企业在推动1礼拜休3天啊。有一间出版社1礼拜休3天嘛，已经实施10年啊。公司的运作拢正常。嘛有卖出的中人业者，即马为着要降低人员来去，互走业务的1礼拜拢会当休3天，嘛真正成功降低流动率。亚那东吴大学的校长嘛已经表态，讲因愿意成做咱台湾第一间1礼拜休3天的大学，来提升学习效率。专心看电脑，快速整理客户资料，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担任帮中业务的好先生来讲，拢真重要。照发到伫每礼拜4天的工作日，如期完成1礼拜工作进度，佫会当准时下班。在公司的时间变短了，所以我自己会安排时间可能就会更精准，所以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希望的事情。在业务单位，而且是我们这种小公司，可能应该蛮适合的。所以
我就开始从业务单位从业务开始试办周休3日。业者讲会推销周休3日，是因为门市是伫新北卡老二区的尾站，一寡在地业务员拢想要转战高单价的市区，才想到推销周休3日，甲人留条的。不过其实早伫10年前，咱国内就有一间出版社推销周休3日，搁捌核选幸福企业。即马周休3日的议题，嘛伫教育界得到回响。东吴大学校长潘伟大讲，两做教育部放脸发令，愿意成为头一间周休3日的大学。对学生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来讲的话，并没有任何的减少。把原来5天的课程浓缩，这个缩减到4天，把它全部修完。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思考。东吴大学校长是讲，要做改造周休3日，因应授课内容无变，老师未减薪，学习费嘛未减少。不过周休3日这个议题也引起劳资双方无共声音。过来为日本内的出名连锁拉面商店，因为欠工减少营业时间，专家认为以民生消费型的服务业来讲，要推销周休3日会面临真大挑战。配合消费者的需要，他们希望每天都能够营业。对，换句话说，现在要推周休3日的话，我想跟民生消费有关的这些服务内需服务业呢，他们应该会比较自然难一些。专家是讲，像轮班制的制作业，也是会当独立完成工作的行业别，有机会会当试办周休3日。不过伫推销前，劳资双方拢爱改变心态，才袂变做工作量增加，也是拜疫症候群变严重的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这2天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雨，其他的所在譬如金门、马祖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若过到了后，山区有可能会落雷公雨。咱同齐来看云图。今日早起，西半部、花莲、台东有落13雨。若日时水气就会减少，各地天气拢是多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地渐雨。过到了后，山区嘛有可能会落雨。若今仔日的温度会回升，北部、中部高温是31度，南部高温32度。尤其是南部挖近山区的所在，温度会更较悬。若各地今仔日的低温是20度至23度，所以早暗温差有较大，乡亲早暗爱记得晒衫。为了要改善便秘，这款软便剂药啊氧化醚，对去年开始就已经欠货。外界是认为讲，这是健保出的绩效伤低啊，所以厂商才会无爱出货。为了要解决欠药的问题，健保署第10号已经宣布，对6月份开始会有关绩效。若健保今年的支出，嘛因为安尼增加4000多万。袂少长辈爱食氧化醚软便剂来改善闭结问题，不过氧化醚为去年底到今年初，因为欠工欠原料，国家健保给付绩效上属这个因素，所以药厂无愿意供货。为了解决欠药的危机，健保署15号宣布6月初一开始，氧化醚健保支付价为本来一粒0.16块提高到0.32块，目前已经有6间药厂同意供货。那我们在3月份收到几家厂商的成本资料之后，就立刻提共理会议来讨论。那共理会议讨论之后，就是愿意从0.16调到0.32。针对外界这个欠药问题，甲健保药价上涨关系真大，对这代志健保署是讲，合作业者认为无够成本，会当提出成本分析调整议价。6月开始，除了氧化醚提高健保支付价以外，也有一款镇痛解热药，也甲儿童用的止吐酸剂，也拢调关绩效。敢若这3款药品，一个一年健保支出会增加差不多4125万。只是用药应该回归市场自由机制，让民众到药局去买就好，不要一直只是用药由健保再给付。药师工会是讲，健保财务正严，应该将经费用伫该用的，呼吁政府应该将氧化醚这的所有只是用药用自费的，像讲有闭结、落瀉、头痛这的小毛病，民众家己去药局买就会使。健保署是回应讲，最近会找国科医学会开会讨论，征询各界看法。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国的大学招台湾学生10分放榜，其中福建的福州大学以学测、国文、英文、数学任何一科，总共有达到均标这么低标准，就会当录取。所以尾啊，计共有录取239位台湾学生。另外，咱台湾昨昏硕士班、博士班嘛咧招中国学生，也毋过因为中国已经连续4天拢禁止中国学生来台湾报考，所以敢若一寡踮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报考尔。
继续关心联合报，台北荣总伫昨昏正式启用国内头一座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第一阶段会收肝癌、肺癌、头壳抑个红骨仔部位癌症，计共有6种癌症为主。目前并无健保的给付，所以治疗费用大概是爱开90万至150万。重粒子放疗适合也未转移第1期也是第2期的癌症，也是剂量肿瘤范围无超过15公分的患者。继续关心自由时报，让落冬了后，全国7大都会区厝贷款平均的利率拢已经超过2%，其中以台南甲高雄会较悬。房地产的业者就表示，厝价起爱贷款的钱嘛变多，即马个升利息，还钱的负担就会出现加倍效应。即马厝是愈来愈贵，民众买厝立贷款的时间嘛愈久愈长。内政部就公布去年第4季全国新买的厝爱立贷款平均爱立24.75年，这是创下历史新高。全台厝价真悬，未少人想要买厝真无简单，除了爱考虑到期款以外，贷款的压力也是真沉重。现在薪水普遍不高啊，要付那个房贷，其实还是蛮吃力的。我觉得要有5比较好，这样扣一扣，然后加上存款，然后加上生活费是比较够的。内政部发布去年第4季全国增加的主体贷款平均还款期限又长到297期，来到14.75年，佫创新高。台北市、台中市甲新竹市也创上长纪录，其中台北市第一摆超过300期，差不多15年；台中市、新竹市也拢超过15年，行政期限上长依然是新竹县的26.16年。背后的关键是房价太高，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所得没有增加。当越延长，其实背后的你要负担的钱，其实利滚利，其实你要负担的更多。我们的租赏并不好嘛，所以你没有其他选择了。为协助第一摆买厝的人，部分银行推出40年期房贷，甲20年比起来，一个月付的本息只有60%，毋过为避免承担伤过悬的风险，银行拢有借款人的限制，亲像新贷的人年会厝是起几年，地区职业身份。结果内容年限定，拢关系到房贷上长应贷几年。假如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族群，那银行放30年，它大概就没有太大的一些疑虑。同时，对于不动产标的物它的一个保值性地段，也会去进行评估。像是新竹地区，它可能园区客的比例很高，它就很愿意借到30年起，给予很好的一个贷款的条件。网众认为，央行已经连续5摆升利息，互交房贷的人是真有感觉。若是40岁才买厝的人，无提前还款计划，可能会到退休。所以建议手头若无低风险、稳定报酬的投资工具，应选择提前还部分房贷本金，应降低每个月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泰国大选结果已经出来啊！即马确定是由前进党摕到国会多数。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伊表示，伊嘛确定要甲为泰党组联合政府。若相关的细节会去讨论。大家是关心讲，安尼军方的势力敢会走出来插手？皮塔表示，伊未烦恼这个问题。ว่าที่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นต่อไป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经过几落个月选战，泰国大选最后票数由前进党拼赢亲军方的势力，摕到国会多数席次，有希望成为执政联盟主要的领导政党，改变泰国的政局。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嘛表示，已经有甲其他5个民主派政党沟通过，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I have congratulated คุณแพทองทาน from เพื่อไทยfor her hard-fought campaign and have invited her to join the coalition. 为泰党对结果表示乐观，讲因为已经决定要联合执政，未来一寡政策拢会由联盟成员做伙讨论。目前也以前进党的意见为主，各党爱安怎分配重要职位，所来会搁进一步讨论。不过，同款是民主改革派，前进党甲为泰党也是有未少主张需要协调。像讲前进党捌提出要废除宪法第112条，互人民袂搁因为针对王室发表负面的言论，互人判刑。为泰党却认为也有参详的空间。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มีจุดยืนที่มั่นคงนะคะ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ยกเลิก112นะคะแต่ว่าการคุยกันได้ในสภาอันนี้เราสนับสนุน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ฎ
若是敢有要甲排第三的泰组合党合作，前进党表示目前暂时无合作计划。另外，针对外界的烦恼，亲军方势力会动用参议院释出的优势来影响总理的人选，前进党的皮塔并无真烦恼。มันเป็นฉันทามติมาจาก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ล้วที่ทุกฝ่ายควรที่จะน้อมรับตรงนี้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ฝืนประชามติของ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นี่ยคงจะ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ฝ่ายไหนฝ่ายใดเลย泰国为2014年政变以来，到即马拢是由军方势力伫执政，即马民主派上台，民主改革是一定会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托尼基嘛，咧选总统和国会机关，想要连任的埃尔多安是以瓦近5成的选票有赢对手的4成4，也毋过因为两边票数拢无过半，所以2礼拜后还阁进行第2轮的投票。这嘛是托尼基建国8年以来头一届出现这款情形。统一期就是举行的总统甲国会大选，海外选民在内拢总有6400多万人有资格投票。即摆投票率达到89%。暗时的电视计票一开始，先求连任的埃尔多安票数领先，也毋过时间哪换埃尔多安的优势一直下降。统一期最高选举委员会经济开出的91.93%的总统大选选票，讲埃尔多安以49.49%得票率领先对手基里达欧。44.19%. Milletimiz tercihini seçimin ikinci tura kalmasından yana yaptıysa onun da başımızın üstünde yeri var. Biz %50'nin üzerinde bir oy oranıyla bu turu bitireceğimize inanıyoruz. 反对势力6个主要政党集中火力。共同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基里达欧鲁选后头一摆出来面对媒体时，指控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透过反复的调整计票结果，造成投开票数的延迟。佮强调埃尔多安的票无超过5成。Örnek Ankara'da 300, İstanbul'da 783 sandıkta ısrarla itirazları var. 6 kere itiraz edilen sandık var. 另外，第3位总统候选人欧根得票率大约是5.3%，伊的支持者伫第2轮决选中会倒向倒一边，恐惊会加做影响总统大会的关键因素。若甲总统大选的不明状态，国会大选的席次分布颠倒是真清楚。各项媒体的消息指出，根据已经开出的9成6选票。正义发展党得到267席，比选前628席。不过，若加上甲其他3个政党结盟，会当阁加上56席，摕到323席，将压国会过一半席次。另外，亦会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对执政党伫灾区的支持度敢有影响？为票数来看，知影伫赢，只伫灾区2个省领先，其他9个省也是正义发展党领先。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那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要活1礼拜拢无公开行程，外界就咧诱讲伊敢是因为破病啊，而且破病甲真严重。也毋过昨昏15伊雄雄出现，而且有对外证实讲俄罗斯军机顶礼拜伫乌克兰和白罗斯边境摔落来，嘛显示迄个所在即马当是战争的状态。到底大家即期总统卢卡申科行踪成败时阵，被俄罗斯国家通讯社15发布一段影片，显示今年68岁卢卡申科顺是一个空军部队设施，其总统官方网站也有1千军服，徛咧接受军官敬礼相片。了后，伊行至指挥中心意外透露俄罗斯、乌克兰甲白俄罗斯最近的军情。Повышенная боевая готовность, о которой я говорил, войска уж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течение 4 суток или 3. Готовность номер 1, и вот уже 3 сутки. Ну вот 3 суток после событий рядом с нами,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когда 官方接出影片是想要破除谣言。卢卡申科顶一摆公开出来是伫初9伫莫斯科红场圣地节参加活动，有媒体形容伊迄一天面色真白，身体整整。后来无参加克里姆林宫早餐会，是登去白俄罗斯。迄一天暗时伫明斯克也有参加同款的活动。不过连续几天伊拢无参加原来行程，真侪人因为破病，无经过证实消息指伊因为病毒感染并发性肌炎送医。有媒体比对这2摆公开出来差别，15顺是伊倒手拔药水布，初9伫红场是正手拔药水布。公视新闻王文玲编译。
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世界走总咧找帮助。顶礼拜六礼拜，伊去意大利也有德国访问，礼拜暗就随走去法国访问。法国和德国即马拢已经答应要继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宏阁讲，俄罗斯伫政治面已经拢输去啊，俄罗斯即马是中国的细汉的。也是前较正轻松伫镜头前出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伫事先无宣布的情况下，向去法国访问，并且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会谈差不多3点钟。马克宏甲泽伦斯基会谈后，法国宣布提供乌克兰更侪军援，包括轻型的战车、装甲车、士兵训练，也甲防空系统，暗过无具体说明细节。马克宏伫进前的媒体访谈中讲，这场战争显示，俄国已经伫地缘政治输去，当地变做中国的细汉的。随上泽伦斯基到法国进前，已经先去意大利甲德国访问。伊伫德国甲总理肖兹会谈，有得到27欧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30台8式战车。媒体问到这笔军援是不是有够予乌克兰展开反攻，泽伦斯基是安尼回答。Ще кілька візитів і все. Viel Erfolg. 这是去年2月以来，德国提供上界大的一笔军援，不过对泽伦斯基一直伫讨的战机，肖兹也是无正面回应。华盛顿邮报礼拜报道，美国国防部进前泄露的机密文件嘛显示，泽伦斯基要考虑占领俄罗斯部分地区。也是攻击俄国境内基础设施，当作停战的谈判条件。这样大胆的心态，甲伊伫公开场合典型的吞论无共。不过泽伦斯基否认这文件的真实性。到伫同一天，乌克兰讲，伫乌东战略地区巴赫姆特占领10外的俄军据点，俄军是否认退守，国讲已经拍退乌军的攻击。比起巴赫姆特激烈的战况，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近不加平静，当地新闻园礼拜有真侪居民入去来欣赏代表基辅的定向会，伫战火也未停歇的时阵，会当享受短短的平静。公司新闻7万0编。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4、5点接受 NHK 访问的时，伊讲中国也是入侵台湾，美国将有可能卖介入，就算敢若提供武器给台湾，嘛是同款会和中国起冲突。也毋过伊嘛讲，中国美国爱日本去斗相共，无论谁咧做日本首相，日本拢会协助美国防卫台湾。继续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英国访问，和英国的首相苏纳克会谈。双方即马拍算要建立下国联盟，要协助乌克兰赶紧摕到战机。英国嘛宣布讲，伊要加入设伫海地的国际组织，参与统计俄罗斯拍乌克兰所造成的损失，要要求俄罗斯赔偿。继续关心柬埔寨7月份要举行国会大选，也毋过选举委员会所宣布取消唯一反对党的参选资格，原因是因讲这个党无交登记文件。路透社即马是报讲，其他的政党拢已经成功完成登记，干那反对党的资格互取消，这就等于执政党完全无反对党来监督，嘛无反对党来挑战。镜头转来，咱过来关心，各有老人过车路去互车弄着。这是高雄有一个79岁老阿公，伊伫过车路的时互车弄着。啊，那伫台中是有一个牙拐牙的老阿嬷过车路，险险啊互一台轿车弄着。民众就批评讲，过路人专用灯号推动甲伤慢。民众嘛怨叹讲，有的所在这过对大路秒数伤过短，嘛袂富过。伫路口倒弯的轿车无让行人，直接弄到行伫板北线的79岁老大人。老大人跋倒坐伫涂骹，好加在送医了后无大概。与前方车辆为保持适当距离，发现时已闪避不及，车辆偏离与一名老翁发生轻微擦撞。发生代志的现场，路口无行人专用时常，也毋过观察中者过大路的时间大约伫14秒至23秒，甲前场后置88秒比时间也算充足。家己爱注意啊，这无人我大人甲伊管的啦。伫台中也阁发生车辆无让行人的状况，一名行动无方便，拄着拐影爬过大路的妇人人，一台修理车直接为伊的头前倒弯，才这样弄到，互妇人人行一个倒退一步。有一点点近啊，我自己吓一跳，他自己也吓一跳啦。
为了去掉行程地价的恶名，政府要速推行程专用时尚。不过，监督会着民众的需求，以高雄为例，全市5600外个路口号志，目前只有53个设置行程专用时尚，占比大约0.93%。大陆市更较少，只有29个，全市占比大约0.45%。有民众反映路口号志表数伤低，不离行动不方便，还是老大人。如果有一些行动不方便，长辈要过马路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一次通过大路口。那在大路口设置行人庇护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措施。高雄市行政路权促进会表示，行政专用时尚密集度应该更较宽，道路口也爱设置行政庇护岛来保障行人。市府回应，行政通行的时，爱评估表述敢是有够通过，也会看路口状况，增设庇护岛提供台币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气候调查喊着出代志了后，有公布面对未来紧急状况的 SOP， 也搁昨昏又搁修改内容。因即马讲要甲资本锁起来的人工驾驶面板拢开开，所以随车人员总共有发现问题，就当随时开关甲列车动点。也毋过有学者即马嘛烦恼讲，总共无细致去互民众卡着懵着，安尼嘛是危险。随车员伫捷运车厢头前全程注意轨道状况，暗过人工驾驶面板全程维持拍开状态。中捷原本10时已经改进 SOP， 暗过隔一天佫修改。原本伫车头的人工驾驶面板是锁起来，暗过即马改做全时段开的状态。若轨道无正常，随车员应马上是红色紧急打动的开关。在车内的时候，他会一直站在那个驾驶台，然后关注车前轨道状况。那到站之后呢，还是会到月台上去做一个指差作业，去确认月台状况，确认轨道前面状况这样。中捷公司表示，礼拜一个 SOP 版本是将人工驾驶面板的锁匙挂在陪伴外口，暗过经过检讨，希望将反应时间减到上低，所以才会修改。暗过列车到站了后，随车员爱行到月台做手势确认。学者认为有可能会互民众去卡到，互驾驶面板伫外口，不是上好的方式。如果要做那个，你就等于是那个随车员就是在担任驾驶的工作了。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根据事实你来采取一个对策。那你单就这个打开，完全把它铺露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有商榷的余地啦。中捷表示，这是第一替设施改善进程的过渡措施，老人讲是乱期，因以违反大众捷运罚1到5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也伫15去中捷丰乐公园站会勘，针对公安、路安甲运安3大方向要求改进，要求交通部1礼拜内完成全国捷运总体检。是中央地方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谈，用专业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制定一个全国一致性的 SOP。那安全的法规在哪里？落实安全的管理在哪里？运安会也表示，这以外已经列为一级重大事故，会伫6个月内公布事件的初步报告，也将调查的时间减短，1年内提出完整报告，赶紧将调查的结果公布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昏去市议会，针对信义区总德街路面绑起这件代志做专案报告。伊讲，迄个所在已经管阿木土墙啊，嘛已经囤起来啊，过路人已经会当行。伊嘛要求台北市爱伫102大工地1礼拜内拢爱调查清楚。也毋过有议员就质疑讲，1礼拜时间要去看100外位，时间遮短是要安怎查？另外，国民党的议员游淑慧嘛是质疑讲，台中发生共案以外的幸福法建设，因伫内湖的建案2档内就违规46届，也毋过尾敢若罚98万尔。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到议会专案报告，针对台北市大巨蛋社道社体规划市场改起顶10项重大施政报告备询，即上台就先说明信区总德街涂骹绑落去的事故后续。昨天晚间7点已经完成了灌浆填平，预计今天优先恢复行人通行，一定要经过专业的检测，确认安全无虞之后，住户时可搬回，安心回家。蒋万安阁表示，已经下令清查全市102个开挖的工地，1礼拜内就要检查完，暗过复议员质疑，短时间内无法度做到彻底检查。未来会做到所谓的土质状况分析跟地下水位的确定吗？有吗？100多个案件你要检查7天，你可以说我初步先去看看，不要说那叫做彻底检查。
最近连续发生重石事故，新营区六个大溪两个重大意外，江议题正受关心。台北市议员游锡堉指出，刑法法伫台中发生公安事故了后，检查伫内学的建hạn2年路险33摆，发现46摆违规，今日罚98万。法律经验成果嘅建商根本是无要无紧。我们罚了2年，罚了30次，才罚了98万。你觉得建商会怕吗？接下来的5页。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违规，而且其中有14次都是高空作业、高处作业，没有做好安全防护。市长周万安表示，会检讨改善重大公安违规建议就网络公布。新区中德路建hạn因为涉水造成地下水一摆，江边道路落落去负责花咸营造实施商，咸高组营造伫台北分公司，伫台湾有真侪建hạn，包含台北101大楼、新光摩天大楼、都住银行等。这摆因为连续病施工无细致出问题，外界也咧看未来要安怎解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最近台南的交通受外界关心。即马冒风声讲，台南市的交通局打算要伫一寡路口来试办取消2段式的道路，也毋过这是引起民众咧讨论。台南市的交通局表示，目前也咧评估。汽车行到双车路口，若要倒弯，就要先去大专区2段式倒弯。即摆所传讲，台南市交通局要取消部分路口机车2段式倒弯，消息传出来，嘛引起民众有无同意见。这样会比较乱，因为这边都是学区嘛，旧城区嘛，然后待诊区车质量不是那么多，是可以考虑把它取消掉。我是比较偏向说，还是要维持待转区多一点，但是如果拿掉有其他配套措施，也不反对。台南市平常日和休困日车辆拢可，尤其是旧城区，古早是着发展路线甲下，佮无法度混路，和骑车嘛歹骑。台南市交通局就讲，目前配合交通部要求，先检讨内边车道的安全，汽车出来嘛会看要改进的路段有偌济，再个进一步来评估取消2段式倒弯的可能性。现在是在进行单向2车道1块1混路段的一个盘点作业。那这边是预计有路边停车格位跟临时临停干扰严重的一个程度较高的旧城区也是我们原来的一个府城地区，开始来做一个优先的一个示范推动那取消机车参汽车参集做伙，机车直接倒弯的时，会和对面的车辆发生冲突。那保持原本安尼是以车种分流来避免汽机车烧路。交通局表示，目前初步先列路口大细，甲参详要伫倒位先试做。未来嘛邀请相关单位和台南市道安委员会大家做伙讨论，会看了后才会做决定。若要实施进前，嘛提早向前宣传。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虽然地方法院的法官强立乡，也有高雄地方法院的法官洪宏伟，即马上指控讲，暗互性侵害案件涉任的被告，加这被告安怎拍官司？顶届的法院即马重判这2个法官，嘛甲因免除法官的职务，袂使搁做法官。也毋过这个案也会当上诉。入去少管所，甲少年揽一个关心一个，士林地方法院法官强立乡负责审理少年案件真侪年，即马所互人指控接到少年好亲像互人性侵，所涉嫌阿豪不属老师。高雄地方法院法官侯宏伟甚至搁替加害人提供诉讼告检守则，2个人互监委弹劾了后，顶届法院15判决免职，转调司法事务官专案，也会当上诉。将立乡及侯宏伟所为，以严重减损人民对其等具有客观、中立与公正功能等审判核心功能的信任，而动摇人民对司法公正性的信赖基础，已不适宜续任法官职务。这件案件发生伫台东某一个安置机构，一个收容少年指控何姓林的前主任性侵、伤害等等。不过，顶届法院指出，强立乡接手案件了后，无公平心理咨询，若无通报法官意见书，阁无遵守保密的义务，甲告知等相关消息，泄露予同款是法官的侯宏伟，予伊甲涉案的前主任丁日介互通消息，提供法律的咨询，明显违反少年事件处理法甲法官法。一审除了判免职，嘛裁定停职。法官他做了一个法官意见书来认为不用通报，这已经超出他的职权。如果让受害者感受到他已经发出了求救讯息，但无人回应的时候，他会陷入一个很惊恐的心理状态。
新闻指出，延迟通报甚至无作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拖愈久，恐惊心理创伤愈歹修复。不过，法官予人免除职务，转任其他工作较早较罕见。像法官法新制实施前，干那前检察官林准佑走去幼稚园办案，私心细汉囡仔等5人。新制实施后，嘛干那2人。这届强烈乡认为判决严重误会，会阁上诉。不过，伫判决定案进前，任何司法工作拢袂使做。伫停职期间，嘛敢来当领本俸一半，差不多2万外。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分林。分林是布袋戏的故乡，文化部嘛补助学校推广布袋戏的教育，时间已经10外冬啊。文化顶今即马豆豆看到成果啊，因为今年分林有7间学校，因为搬布袋戏伫全国的比赛，摕到特优也是优等的好成绩。一对老阿母听到后生考调遗书了后，随去到土地公庙放炮啊庆祝，不过嘛造成空气污染。云林县的中公国小以土地公酷酷扫做主题，参加今年全国创意戏剧比赛，得到传统红仔戏类配教戏组国小组的优等。本来会讲不出话来啊，就一直练习，之后就那个讲话就会很有感情了。学习到他们本土的母语。那也从中在创作的一个过程当中，学会了很多技巧、跟对话、跟合作、互助的一些精神。云林县注重推广布袋戏，县府为着要传承布袋戏文化，12当前就申请到文化部的经费，开始伫校园展开布袋戏的教育，佮请艺师去到学校指导。县内有超过3成的学校拢有参加这个计划。整个云林县有将近超过12700多名的学生都有受过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就是教育课程。那未来为了衔接人才这个培育的部分，我们在2024年这个在虎尾的这个高铁站这边已经在进行这个全国第1座的布袋戏传习中心，也即将会来开启这样的一个布袋戏的一个人才培育的课程。文管处表示，今年县内学校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创意戏剧比赛，有7间学校摕到特优甲优胜的好成绩，希望透过定金计划来推展传承布袋戏，嘛希望让愈侪人会当看到这项艺术，让布袋戏行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那云嘉南是咱台湾勇士戏剧的生产区，而且产量是占6成5。不过即阵欠工，加上极端气候、天气反常的影响，即马拢予勇士管理出现新的困境。嘉义大学第3园就启动水产勇士研究中心加教育训练中心，希望透过智慧化管理技术来替勇士业者解决问题。运用智慧设备饲伫水池内底的鱼仔，系统会记录水内底温度、酸度，这些资料提供予渔民参考甲调整。嘉义大学15星期用水产养殖研究中心，有智慧养殖的设备，阁有学校的技术辅导。在智能养殖的这个部分，能够提供一些试验的一个场所，等于算是一个教育的训练中心，让养殖户能够了解什么叫做智能养殖，怎么去使用。对咱水产内底，可能是上实用的。会当达到上好的效果的这些物件，那来去推广，互咱这个养殖户，互咱另眼看咱养殖户这边遮，会当去较降低咱的养殖成本。这个水产养殖研究中心除了有智能设备的教育训练，嘛有提供养殖相关的研究课程。水产企业所表示，希望透过智能养殖的推广，提升国内的养殖环境。都被这个智能的做一个完整的监控跟这个调整之后。对于渔业署未来我们在做这个整个放养量该是哪些鱼，该不要变成是鱼精鱼土的这样的现象，也会慢慢的就会出来。渔民讲，过去靠经验的养殖方式，无法度应付即卖天气变化。智能设备会当减少风险的发生，嘛减少一开始养殖的困难度。希望透过这个中心的成立，让更较侪人来认捌智能养殖，提升这个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2030双语政策有引起一寡争议。即马学生团体是自发性去做调查，嘛公布调查结果。结果是超过6成的学生认为用英语来教其他的科目，安尼会影响学习的效果。嘛认为这个政策会造成社会扁平化愈来愈严重。因要求爱好好检讨这个政策，嘛爱加入学生的意见。配合2030双语国家政策。
政府按算投入资源来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用英语来上音乐课、上数学课，来增加英语教学的比例。学生因的感受是啥款呢？又是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去学，那会造成的是专业科目学不好，英文也没有进步，那这简直就是一个两头空的状况。就是已经推行了10年，母语的沉浸教学本身都已经没有具体的成效，那现在又要新增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提升英语的教学比例，那这实在是让人会怀疑政府政策的决心。2030双语政策一直有争议，有学生团体公布一份针对高中生甲高中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60%的学生无认同用英语上课，更加烦恼安尼会降低学习的意愿，令到予因更加好理解上课的内容。家长团体甲教师团体嘛批评讲，这项政策欠缺配套，在双语师资无够的情形之下，这个政策敢若会增加教学上城乡的差距，而且会弱化教学的本质。所以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现在偏乡，你一般的老师都不好找了，更何况你现在要用双语的老师，会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师资的一个结构，会让这个老师对于本科的一个部分，他的一个师资是弱化，然后变成说只是强化英语这方面。学生团体嘛批评讲，政府推行母语教学，到目前为止拢也无看到真明显的效果，即马佫想要推动英语教学的比例，会互学生唔知要安怎才好。因建议政府不如把上百亿的预算拨入去当地执行的108课纲，强化现处时英语教学的品质，可能会更加实际。记者林学凯台北采访报道。即马疫情稳定啊，咱嘛豆豆登去到英国生活。伫疫情的期间，真侪劳工改踮厝来上班，到底这是好也是歹？劳动部即马就公布一份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踮厝来上班。要来了解踮厝来上班对劳工健康的影响，嘛发现讲，介意踮厝来上班的人，敢若1成5尔。特别是职业妇女，上无介意踮厝来上班，因讲踮公司上班变得较自由。进前疫情期间，真侪公司为着避免接触，安排员工踮厝上班，时常开会。这款画面是真事常。即阵疫情转好，渐渐啊恢复英国生活。劳动部有做一份调查。翻头来问劳工，敢有介意踮厝来上班？结果显示，介意踮厝上班做事的人，敢若1成5尔。我们自己出来问大家的意见，发现大概只有15.6%左右喜欢，觉得就是抵触办公就好诶，就棒安尼。要唔过我们发现讲4成左右的员工是感觉讲，如果真的要居家也嘛会使啦，要不讲就是当成辅助。劳动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去年4月到12月有做一份疫情时期踮厝办公的研究报告，发现有4成的人较爱踮办公室上班，尤其是女性踮厝来上班的心理压力比男性较大，尤其是40岁到59岁之间，有甲厝内人带做伙，也是需要顾囡仔的情形，有家庭冲突的嘛较侪。妈妈在家还要照顾小孩，又要做家事，然后又要上班，其实就事情很多啊。不过嘛，有民众较介意踮厝上班，认为困眠时间、生活形态拢通家己调整。我的感觉是远距办公较自由啊，会当伫咧厝内底做家己的代志啊，顺遂分配家己的时间。我是感觉不哩介意啊。劳安所表示，踮厝上班，劳工的心理健康、困眠、食食敢有正常，上班的环境安怎，嘛需要关心。会做这份报告，主要就是要预防未来若准讲佫需要改做踮厝内办公，政府就通参考这份报告，提出建议甲政策。记者连问曾俊佑台北采访报道。战争开始拍了后，有几若万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拢走去隔壁国乔治亚避难。那这3国的民众即马有组卡救联盟咧做伙运动。实际上，乔治亚甲俄罗斯其实嘛有领土的纠纷，因为俄罗斯伫2008年有去霸占乔治亚土地，甲呾拢还未行人。在草埔为卡球场的规划了后，大家开始练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无偌久，有数万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都到乔治亚，两地部分民众甲当地人外籍人士共同组成业余卡球联盟。目前差不多有700个运动员。И это и как бы и спортив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Ты знакомишься с людьми, общаешься, потом после игр мы ходим, прогуливаемся, ходим в бары, можем пиво выпить. То есть обстановка у нас располагает к этому.
球员利用练球来暂时袂记哩战争所带来伤痛，会到这球员大部分对战争反感，球员也种共识，无要讲俄乌战争，或者是讲笑话来化解研究。Все,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е рады, да, почему они тут находятся, да, по какой причине.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 время футбола, во время игр точно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там, в моем случае, я не помню, не было, чтобы кто-то там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там как-то начинал, нет. После футбола кто-то, возможно, общался, кто-то какие-то свои мысли доносил. 真侪吵架民众伫外交部门口示威，因为俄罗斯伫5月70宣布，为5月15开始取消到乔治亚禁卫令甲签证制度，是要有近两国之间的关系，引起反俄人侪不满。不止俄乌战争，俄罗斯甲乔治亚之间也有复杂的历史。2008年两国有对战而且血腥的战争，也有领土占领纷争，最后乔治亚失去两个亲俄行政府的主掌权。对俄罗斯的新政策，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就表示，那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而且占领乔治亚领土，那安尼就无法度恢复直航甲取消签证的禁令。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辑。天气报道在，咱同时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有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28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